位伫南区国税局高楼的艺文展览区，即届推出缓慢之旅浮雕画的联展，总共邀请4位艺术家共同来展出作品，以立体浮雕画为主轴，由无同的媒材一站一站来堆叠，呈现大自然优美的景色。上午伫南区国税局副局长陈曼煌的主持，甲4位艺术家共同举行开幕式。展出的作品是由我们老师们共同研讨，使用不同的素材，石英砂加水泥，一层一层的堆砌，还有堆叠而成的。作品里面有吴老师的美丽田园小溪、浮雕玫瑰，还有极光；王老师的可爱调皮的海豚，还有优雅的天鹅；陈老师的秋日，还有星夜环星，以及我个人的幸福家园，还有人生旅途等等。请各位长官、还有记者、来宾、朋友们，轻挪你们的脚步，来欣赏我们的缓慢之旅。这每一包立体浮雕画的作品，利用石英砂甲水泥一站一站来堆砌，所呈现的拢是大自然的美景。该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到6月26日，欢迎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会用踴跃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